行转爱州。3年水流东，3年水流西，5月吊橋水下潮，來到13間，溜溜飄飄唔怕辣，佢心腸無夾夾，滿色過年嚟，強調嘅好年客，比到老了前來好年客。松本記店茶古老饅頭，山城一腳欠過河巴來，好客好客全門講，山城唔好冇，山城手面做啲唔抹殺。山城叫門按叫好冇，老嘅大家心頭無雜雜，佢偷偷露出了山城下集流年釀安醬。苗栗狮头山下有一座宁静的小山城南庄，这里将近80%的居民是热情好客的客家人。简单朴实的生活让苗栗南庄在2016年通过认证为国际慢城。体验慢城得从13间老街开始。这条老街曾经是南庄最热闹的街道。1950年代，南庄的煤矿业十分兴盛，这里是早期矿工采矿必经之路，也是南庄发展的起源。取名叫13间，是因为最早这里只有13间店铺。木质门牌记录着店家主人以前的行业，卜卦、理发、糕点，矿工们的日常所需，这里一应俱全。然而，在1963年，葛勒利台风带来的洪水，淹没整条街，也淹没曾有的热闹繁华。直到有这么一群人发现了南庄的美。南庄的淳朴，他们决定要把这座小山城行销出去。对，今天带朋友来，与街坊邻居热情问候。他是刘英华。我是英华，我在南庄已经第4年了，因为喜欢南庄闪闪发光的样子，所以住下来了。刘英华学的是平面设计。原本是一位朝9晚5的上班族，因缘际会，一趟轻旅行来到了南庄，没想到就此爱上这座小山城。他在13间老街租了个店面，决定落地生根。为了将南庄的客家文化行销出去，刘英华主动找上客委会，接受创业课程及辅导。他以经营手作的客家礼品以及文创设计 DIY 体验活动为主，在南庄开设了第1家文创礼品小铺。他也将在地的文化元素与艺术创作结合，推出一系列文创商品，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这只以客家蓝染与台湾蓝雀为意象设计出的好客青鸟，甚至还入选为客家名物。好客青鸟，因为好客的精神，大家就说央干的精神嘛，就是勤奋努力不懈。但是我所看到的好客是对于在地的人、刚新来的人一种热情好客，所以我希望好客在一起。英华本身是好客的主人，那来好客的人呢，他能想到好客的主人对于季节的美感，然后推销给大家，然后所以设计了一个青鸟，它就是来自于西方的故事。当你把幸福分享给其他心中很重要的人之后，你自己才会得到真正的幸福。为了分享幸福，刘英华不仅以文创商品推广在地文化，他更以具体行动串联在地不同形态的店家，试图打造南庄的山城品牌。我觉得人和人之间需要用言语还有时间去累积的，
所以我很推荐这边来的人，既然踏入了老街，踏入了慢城，你就是要用慢时间和慢活去慢慢的感受喜欢的一座城，喜欢一条街，然后一个这样的故事。用慢活的心情喜欢一座城，为让更多人认识南庄的文化，刘英华找来软体设计工程师，开发专属于南庄的旅游 APP， 同时还利用最新科技 AR 推出虚拟实境的互动方式。游客只要对准图片，就会浮现出立体的可爱造型。巧思设计就是为了将南庄的特色行销出去。大家好，我们要让大家如何30秒玩南庄。我们从台山线会经过南埔国小日式宿舍，它就是一个校长的日式宿舍，一路往上呢，就会看到狮头山。刘英华以蓝染的色调绘出古朴风味的旅游地图。来到南庄，一定得拜访13间老街，这里还有许多跟刘英华一样，因为爱上南庄，决定在这儿写下属于自己的人生故事。二姐，面包出炉了吗？正要出炉，哇，闻到香香的味道，超香的自然味。那我待会可以看一下那个地瓜馒头怎么做吗？好，没问题，来跟我来。这个小农，昨天采收下来的，而且只有这个季节才有，对不对？是的，而且小农很好玩哦，他就有什么种什么，所以什么颜色的都有。通常我们是要做多少就去拿多少。巧手利落地切着地瓜，她是手工馒头工坊的老板娘，人称二姐的黄香菱。16岁离开南庄，到台北就学工作，也留在都市结婚生子。离开家乡30多年，家乡的味道始终萦绕在黄香菱的脑海。2014年，她决定返回南庄定居。离开家乡，在外面的时候，总是怀念家乡的很原始的味道哈。就是想说，其实我们家乡有很多好东西，然后也没有想说要用什么来那个，就想馒头也可以说是一个媒介哈。那用最简单的食材做出最朴实的味道。什么是古朴的味道呢？对黄香菱而言，就是小时候妈妈煮的地瓜味。于是她决定用这简单而幸福的滋味返乡创业。小时候常常吃就是很简单，地瓜烤一烤，蒸一蒸就可以吃了。既然已经回到乡下，就是回到很自然的状态下嘛。故乡刚好有这些好东西，就做了。为了保留最原始的滋味，黄香菱推出真材实料、满满南庄味的馒头。她不断努力研发创新口味，而揉面团这种体力活儿就全交给丈夫林继伟打理。夫妻俩同心协力，打响馒头工坊的口碑。不过，受到消费者欢迎的不只是馒头，店里的超人气招牌竟然是牛奶吐司。吐司也是个意外啦，哈，就是吐司不太需要，就是不太需要像馒头一定要热热的吃。那就有一个朋友就说，你可以玩玩吐司，好像吐司也蛮好玩的。就说好啊，那就玩玩看这样。随口一句玩玩看，黄香菱花了半年的时间，不断尝试研发，最后调配出香气四溢、松软 Q 弹的牛奶吐司。一炉只限量10条，往往还没有出炉就已经被预定一空。现在还成了13间老街街坊邻居指定购买的南庄限量伴手礼。每到吐司、馒头出炉的时间，总是香味四溢。但13间老街上让人垂涎的，还有这家米食堂。纯手工的汤圆、米苔目、板条
都是老板翁文耀传承阿婆独门的客庄好味道。其实，在客家庄里面，每一个妈妈、每一个阿婆都有他们独到的自己的配方。客家大汤圆里，一点萝卜丝，一点虾米，再加入一点香菇，就是绝佳美味。而包出一颗圆润饱满的大汤圆，靠的就是功力与巧劲。包汤圆其实唯一的诀窍就是皮要均匀，然后馅也是要均匀，然后这个里面不能有包到空气，要有手劲把里面的空气压掉。想要传承阿婆的好手艺，学起来可不容易。当初翁文耀与太太陈淑琪是下了一番苦功，才获得认可。半年，一直包啊。然后有破掉过的。有。那你觉得？其实到现在也是难免还是会破，只是说已经包久了习惯了。用舌尖品尝13间老街的好味道，其实南庄真正特殊的不只是客家文化，还有5种族群所碰撞出来的特殊人文风情。在这个不到1万人口的小镇，除了79%的客家人，还有赛夏族、泰雅族、闽南人以及新住民。多元文化造就了南庄族群融合的特色，也让它成为独具魅力的小山城。在这边这样子的多元文化的重聚在里面，所以一个转角处，你就会听到就是大家一个客家话的招呼声，像吃饱嘛，然后说嘎嗨，就是你好吗？这个是赛夏族语，就是在一条街里面，你就会听到各个不同国家的语言和文化的语言。她是来自香港的 Sarah。2018年透过朋友介绍来到南庄，因为这里的好山好水，还有浓浓的人情味儿 ，Sarah 决定带着老公和刚出生女儿落脚南庄。1年前就带着那个宝宝来这边定居，然后就想就是经营一个友善的那个小店，也是为了那个宝宝可以在乡下的地方长大，感觉这边可以比较有快乐的一个环境让他成长。对，而且我们都是一直推广这个友善的农产品，也是很想在这个像是一个风景区的地方，慢慢把这个精神、这个理念可以推广给客人知道。定居南庄创业 ，Sarah 用特制的彩色凉面吸引观光客，所有食材都选用在地小农，包括地瓜、红梨、香浓等等。Sarah 的用心还包括饭后甜点爱玉冰，口感软嫩滑顺，是因为这里的爱玉都是 Sarah 手工慢慢搓揉的，才能揉出天然爱玉独有的爽脆口感。是吗？它里面很特别，那个冰块是有抹茶的，对不对？爱玉吃起来跟外面的爱玉不一样，QQ 的。像他们这养一个小朋友，他的优势用臭袜子搓出来的，当然不是开玩笑的。爱玉的部分，因为它是野生的，它是纯野生，它没有办法自己去制种，所以呢，其实它的爱玉光是它的来源，然后包含它的水。是用南庄的水特别抽出来的，再加上因为老板有精心调制那个抹茶还有酸梅的味道，你在吃的时候就会感觉到他们对于食物的用心。炒得好都很香。对食物的用心，同样运用在对老街的经营上。13间老街因为进驻这么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他们试图透过美食文化，打造一条与众不同的文化老街。为什么会特别想要去推荐它的原因是什么？哦，因为这条老街它其实蛮有故事的。
13间老街嘛，我们要想要把它创作13个特色，然后每一个进来的客人呢，都可以坐下来跟老板聊天。一家店每一家都有自己的特色。一尊好客青鸟，一碗彩色凉面，一颗地瓜馒头，一粒圆润汤圆，用舌尖细心品尝13间老街的好味道，也要用慢活细心体验南庄的好客生活。行转内庄。3年水流东，3年水流西，5个吊橋水下潮，來到13間，溜溜飄飄唔怕辣，嘅心腸無夾夾，滿色過年嚟，強調嘅好年客，比到老了前來好年客，松本記定茶古老饅頭。3成一腳添過河巴來，好客好客長門講，3成唔好冇，3成手面足啲唔抹殺，3成叫門按叫好冇，老嘅大家心頭無雜雜，佢偷偷露出了3成下則流年娘安醬。苗栗南庄是台湾著名的客家聚落，青山绿水，还保留了传统日式的双层木造建筑。原来这座小山城的规划是日本长崎的复刻版，近100年了。它这里有一个很老的门牌，一定要来这边拍一下。这里。100年老店丰隆五金行，也是一样，矮飞公哈发。我带朋友来采访你，因为老板呢这里有2万多种商品，然后很厉害哦，他没有笔记也没有电脑哦，最厉害的部分就是你点什么，他会跟你说在那里。这间将近100年的五金行已经传承第3代。现在老板廖良甫也慢慢将经营重担交棒给儿子负责。店里贩售将近2万多种商品，小到牙签、棉花棒，大到房屋装修的木材、水泥、砖头，甚至神主牌位也都有卖。外面还有卖手机耶，跟得上时代。跟得上时代 iPhone 也有哦，有啊，那个就是小儿子在卖的哦。现在的年轻人喜欢的东西，你不能老是存那个以前老东西啊，老东西是老东西，老人家用的。然后呢，你那个新的，就是说刚才说手机啊、电脑啊那些是我们年轻人用的，所以慢慢的东西产品是随着时代在进步，然后呢，东西也慢慢的就走向现在发的东西。造访过的游客都笑称，丰隆五金行比网络购物还要厉害，这里无奇不有，就连100年历史的古董都找得到。这次是镇店之版，来，我帮你拿。来，我帮你拿。这是镇店版。对呀、镇店之宝哦，老板平常不给人家碰的呢。猜猜看这是什么？这只就是再一点点，它没有办法。因为这个是热的带的一个灯，日光灯啊，这里面是放那个电石，电石呢它产生一个这个地方会出蓝色的火焰。除了超过150岁的镇店古董，
这里还有以前煤炭工人头上戴的头灯，原住民背小孩的导干，客家妈妈手工缝制的茶寿，每一样具有年份的历史商品，静静地躺在老店里，等着有缘人来挖宝。100年前老人家用的暖壶了。哇！这也是放我们的相思炭啊、木炭，然后产生热量，就有暖了。这个保温，冬天很冷的时候就可以用。百年五金行是刘英华推荐游客来南庄一定要来造访的特色商店。他强力推荐大家来五金行一定要买这样东西。在这边呢，都市找不到的小东西啊，在这边就像寻宝场一样，你都可以找得到。然后呢，最特别的是，有时候带朋友来这边做南庄的导览的时候呢，一定要买这里最在地的伴手礼，就是保温瓶，阿婆牌的保温瓶，而且它保温24小时哦。会发现这个都是老板精心推荐的，所以也非常有趣，实用的。除了宛如时空胶囊的百年五金行，前方路口的转角处还有一家100年的书店——翰林书局。安后，大哥好！木造门面迎接着每一位爱书者的到来。墙上一张泛黄的烟酒许可证，可以看出老书局的时代轨迹。书架上摆放整齐的书籍，安静地保存着每一个时代的知识，也透露着每一个年代的阅读喜好。青春拳王这边有那种日本的那些是日式的小说，而且这边的小说很特别哦，一定要自己带自己的那个阿婆还有爷爷来看，因为这些的书都是那个时代的，所以你现在市面上看到这种书，等等完全看不到的。过去在这里看一本书只要5毛钱，是阿婆阿胎小时候最享受的休闲时光。其实不管是书店，还是我们现在喝的老茶，甚至现在做的季节的馒头，都是我吃的是那一个食物背后的故事。那个书店它就是一个时空胶囊，老爷爷就是从以前小时候到现在都是在这样的环境里面氛围长大的，所以它叫翰林书局嘛。那为什么叫翰林这件事情，就是可能是当官的，他对于自己是有所期待的。那为什么喜欢这样子的一个风土滋味，喜欢喝老茶，是因为在那时候的季节和土壤才能产出这样的茶，时间过了就没有这样子的风土滋味了。所以当你慢慢把心沉静下来，专注的去做完这件事情，你就会得到你想要的。书局保留了南庄曾有的文青味。其实来到苗栗南庄，一定不能错过拥有100年历史的南庄邮便局。老邮局里保留了传统不用一根钉子的木造结构，还有传统的竹编泥墙，让邮局屋内冬暖夏凉。早年邮差送信时骑乘的脚踏车，仿佛时光缩影，看见南庄传统的发展历史。南庄邮局如今成为苗栗县历史建筑的10景之一。不过，同样吸引观光客的，还有客家庄里饶富人情味的喜山坑。网子在那边拦那个一个东西，猜猜看，阿婆在那洗衣服吗？会边聊天，起来，对，然后就飘，会纸钞飘在那里，然后就把那钱拿起来。这里面有故事，它最早的时候呢，它就是这个压船板石，所以它特别厚。
潺潺流水上头摆放的是厚重的压船石，一块又一块规格整齐又平滑的大石头，成了婆婆妈妈最满意的洗衣板。当年这里不只是社区的洗衣厂，还是左右邻舍的讯息交换区。这边呢是所有比报纸还早要出刊的一个地方。早上的时候很早来这里洗，这的话就变早报啊。就说这是一个秘密哦，我不能告诉你哦。然后就不小心在1小时就会出去了。然后呢，后面晚上傍晚还有一个晚报。对，所以呢，这边就是早报和晚报，就是明天嘛，报纸1天1刊而已，这边还有早报和晚报，很可爱吧？在南庄，每一条街道、每一个角落都能发现惊喜。然后13坑往上走就是邮便局，然后这一条就是中正路，然后这一条就是中山路，然后这是台湾南区，所以这里有13间，就是有理发厅，然后还有茶店，然后还有就是这个是那个福菜。然后最早是之前用牛车拉的那个，还有轻便车，那个煤炭。南庄老街的范围主要以中正路为中心，热门景点大多集中在永昌宫桂花巷一带。每到假日，桂花巷总是满满人潮。桂花酿、黑糖糕、客家米食，各式各样的客家小吃，在这里都能一次品尝。感觉就比较舒服，就很清幽。那有吃到什么好吃的？就吃到那个藕桂条，然后擂茶，还有一些那个桂花汤圆，好吃。越来越多观光客走进南庄这座小山城，不过享受美食、参观美景之后，能不能把慢活带回家呢？于是刘英华还有一个梦想，他计划推出《山神你好吗》故事绘本，透过南庄的银发族、青壮年以及孩童们，将每一个世代的故事串联成南庄最美的风光。其实山神你好吗？其实它就是银发青年共同创作这件事情嘛。我们在山里面迷路，其实它不见是一件不好的事情。我们会希望找父母、找警察、找很多不一样的工具，让我们不要迷路。可是有时候迷路，如果我们用美的感受去串起来的话，它也许就是一个很棒的一个游戏和一个保障。所以在山神你好吗，我们里面还有一些迷宫地图啊，还有一个 AR 的创作在里面。就是上次啊，把它涂颜色，就这样而已。2年前，刘英华与仁德医专合作，带着社区的阿婆和小朋友们拿起画笔、老带哨，共同绘画创作。那时候其实刚好教育部的这个计划，我就还蛮想针对银发族老人家的长照这个部分去做一些计划案的经营这样子。一开始我们是有请心理师，所以心理师帮我们带了6堂课的艺术治疗的课程，所以老人家从开始画卫生纸，画图画纸、画手。然后从彩色笔开始，那我觉得6堂课之后，我觉得渐渐成熟，然后加上我就邀请英华，他就带着老人家画油画。3、4，花开富贵。花开富贵。你之前有画一幅画叫《花开富贵》，就是希望大家都能很平安和健康。所以这边会看到我们有30个学员，所以呢这一本书呢就变成每一个学生的纪念品，让我们带回去，让他们知道说他们自己的艺术创作能力，然后带回去给自己的家人小朋友说阿婆很厉害。对，然后所以他每翻到这本书的时候，就是一种珍惜和感谢吧。透过画笔与艺术创作，刘英华串联南庄在地的文化故事，
也传递客家坚毅的精神。而他下一步希望青鸟归巢，回到山城来，传承文化，延续幸福。因为之前最主要是林口市大运，就是市大运的时候，他把全世界的运动选手都集中于在那个运动场上，所以呢，我们那里有设一个客家体验馆，那很开心的自己就被邀请到嘛，所以呢，就很多的小青鸟都被运动员呢一一的带回去了家里，分享给自己心中最重要的人，不管他是写汉字，或是写属于他们运动的一些精神。那接下来的部分呢，我们就是要挑战全世界，把那些青鸟给炒出来，去拜访他们啦，然后把自己的一些创作的部分，再用另外一个感觉去记录下来。南庄好山好水好人情，好客青鸟们用创作分享，在13间老街上持续说着这座山城小镇的故事，等待来自世界各地的你在这里迷路，然后一起归巢。